有民间团体指出，因为跳捕业饲动物会排放真侪甲烷这种温室气体，造成气候暖化。民众若准减食肉，就会当减饲动物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，来改善环境。我要饮食减排。气候变迁之下，减少碳排是趋势。然而，侪民间团体伫立法院呼吁民众改变食食的惯势，就通减碳。民间团体指出，温室气体大部分是二氧化碳甲甲烷，其中甲烷来源大部分是人为排放源，是跳捕业动物的排泄物，甲气体占多数。所以，若减食肉，就会当减饲动物，就通减碳。牲畜占的这个排放的比例呢，是全球甲烷排放的人为排放里面的40%几。那第二个才是能源部门。制造肉蛋奶呢，它是一个能源转换效率是非常差的一个产业啊。尤其我们用了那么多的能源去灌溉食物，啊，让食物成长，结果我们再把食物制造成饲料。这个耗很多能源，然后再去喂动物。减少动物性食食物，通减碳。有医师背景的专家何美香也表示，食物性食食这几年也让人发现较健康。伊建议中央应该甲专业营养师合作，将食物性食食的概念放入健保，鼓励健康的食食来预防疾病。健康的饮食是跟预防疾病有关系的。那为什么我们的健保没有在这方面加强？呼吁政府呢，可以在健保体系里面建立一个。就是饮食跟健康模式的这种疗法，哈，建立一个健保给付，怎么跟专业营养师搭配？民间团体表示，总统府的国家气候变迁对策委员会第2摆会议以深度责任为主题，要伫10月20日举办。伊会伫会议当中提出相关的意见，希望以改变国人的食习惯时减食肉，因应气候变迁。记者讲林玉凯台北报道。